聖經士師記12章第3節，我見你們不來救我，我就拼命前去攻擊亞捫人，耶和華將他們交在我手中。你們今日為什麼上我這裏來攻打我呢？嗱，當日呢個嘅士師耶弗他救咗以色列人脫離呢個亞捫人嘅手，佢呼召以法蓮人嚟幫助以法蓮人唔嚟，完咗之後，呢個嘅先知耶弗他打醒呢個亞捫人之後，以法蓮人反而上來要攻打呢個嘅耶弗他，問佢點解你唔叫我哋去？叫你唔嚟，完咗之後你又怪人哋唔叫你。求主幫助我哋，真係喺患難當中彼此嘅相交，彼此嘅輔助，唔好完咗之後冇幫助，反而責怪別人，唔好幫助我哋齊心嘅解決問題，嚟到去讓我哋嘅生活更加嘅倚靠神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